我是刘玉川，我是苗栗的客家人。一般人对元宵节的印象是吃饭宴，和老家人团圆。不过我哋客家人是爱老祖先团圆。瓜子的风俗当中，每只细节都十分讲究。以前的小时节，木卡装备都一抬手就放起来，开始杀鸡杀鱼，准备风乱美酒。也只时间，我在顺便看。认真的学，认真的记，当讲社会的步骤就会顺利。现在的做法可能已经唔是按传统，甚至以后也对风俗可能会全部无同样。我在想，透过瓜子祖先真正爱的传达，其实唔是也种形式。不管是伫哪位祖先记头，一出出在人个心肝度。